乡村法律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说，我是米农阿敏。耶！我今日来到的新竹嘅新丰乡，唔知大家对新丰有乜嘅印象？应该有听过一条最有名嘅街巷吧？就是车站出来一条饮料街，一条路啊，差不多像1公里嘅，单行有超过40家嘅量嘅店呢。唔知大家有冲来共用冇？不管心情好呀，心情坏，我一定会蹦一笔，嘅感觉让袂错。一下吼，就落去订看下先，看下有乜嘅个 T P 咧冇？哦，很多按头高，俺弄最早尾啦，赶紧落去请咯。老板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想要买饮料，可是我不知道要喝什么，可以请你帮我推荐吗？好啊，我们店的招牌是这个骊山清新乌龙茶，海拔1700公尺的高山上栽种的。那因为自然农法的概念，所以它栽种并不容易。那我点一杯这个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老板，请问你们是自创品牌吗？因为也咁样诶，还是老板冇看过诶。对，因为一开始我们也是加盟连锁体系的饮料，那后来就是想说，做好的饮料，所以我们从交通大学的这个学生餐厅开始。你一定很懂茶叶，对不对？研究了一段时间，看得出来。因为我们在找这个茶的过程当中，几乎接触到的都是进口的这个茶，制作的过程当中，就是觉得它会苦会涩，那苦于这个找不到好的东西，那真的是因为朋友的一个关系，那去认识到了南投的这个茶农，那他们对这个自然生态的一个概念，想要去把环境保护好来，跟我们的理念也有雷同之处啊，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合作。来期待一下。啊，老板麻烦你了。好，谢谢。稍等哦。啊，好喽，老板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欢迎常来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虽然我没食材的专家，不过说起来吼，应该是天然的哟。所以莫再讲啊吼，适量的对身体唔好啦。就算对身体唔好，对心情嘛几好啊。你讲错冇？好，一下我有量的耶，来带大家去龙猫隧道看下先，看下先住的都龙猫冇？喂，请我落去探险。大家看，它就是传说中的龙猫隧道。你看，有像天样地表的画面冇？唔是龙猫要提给冇哦。下边是新丰乡的枫树林生态区啦。枫树林吼就是个可可以性，那么有个生态。下边呢，因为潮间带的特殊环境，所以有几多的小生物体要未哦。佢等一下，一下吼大家就停下来去行行啊咧，看下先请个到某个小生物冇，嘛看下先请个到龙猫冇哦。好，落去。龙猫，你起来呀！它就是枫树林生态区，可以讲吼，像一个隧道样呢，所以很多龙猫隧道。大家下个人啊，拢过好看书记的，看天路，啊，迄有机片吼，做得出来也袂行行啊咧。看了就抢色个东西，木竹嘛过顺爽啦，有木竹不用抢松一下，也袂整理啊过好，过适合，哎，感觉过适合那种家庭类也袂了。不过我有发现一个事情哦，就是大下巴我有体色，所以大家吼出来路尾了啊，有体色难免啦。不过我讲体色调好，体色通风，无安尼凊彩应接，不然会破坏安尼个生态啦。安讲个地方
你们舍得破坏吗？你看个，那啊一扛一扛一扛的，拢喺招潮蟹压的。不过我请招潮蟹就会抠太卡木猪的。哦，看到了看到了，大家看，有看到吗？哎，后置帮我放大，结果后置其实也找不到。看一下，太卡拢在请招潮蟹底来。松哥拍得到吗？难度高，难度很高哦。因为我说镜头有点太。耶，行出来耶！地尾迄玫瑰奖啊，能够到方来到新丰，还想带能看风俗人的吗？当然唔知啊，也好，我带大家去看下最人道的一面。还能落去海顺，去嘛个啊？能带就伫个啦，落去。教练好，嘿，教练好，阿雷耶，大家有看到冇？也就会挨我骑嘅骑吗？那边迄女教练，教练，请问要不迄这位是 Bendy， Bendy， 嘿，他是台湾嘛，台湾嘛？对，在台湾出生的，对。Bendy 哦，今天就麻烦 Bendy 了哦。教练，因为我底下马术运动吼，是台湾也今年天天的盛行的。嘿，教练，迄马个时间接触到一个运动？我是从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才接触的，大概骑2年而已吧，这样子。2年，对，差不多啊，以整个菜算菜鸟。可以有人能平台啦吼，看起来我们一样大。对对对对对。通常要练1球，那做的骑啊马当狗好吗？这个不一定，因为有些人天生运动细胞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对，那有些比较胆小的人，或者是运动细胞没有那么发达的话，可能会学比别人还要久一点点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咁我今日来练习看下先，看他有机会今日骑得到马吗？应该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如果我没练过呢，来甚至冇干嘛？上马就知道了。就知道了。对对，上马就知道了。有上过摩托车对不对？有哈，好，来左脚，等一下先帮我踩着这个凳子，脚凳，对，然后手一样扶着马鞍，扶着就好嘛。对，扶着，然后像上摩托车那样往后跨过去。想象一下哦。对，想象一下。平常用的 key 小红哎，他是小红，他是小红。上去，蹬过去，对，慢慢的没关系。哇，我上来了，我在马上哎，马上上马。Betty， 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哦。这样我们就上马成功，上马成功，耶！教练，嘿，我来用你坤出来，贝蒂是现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？看表情是看他的耳朵，看耳朵，对，看耳朵，对。那马真正不高兴的时候，他的2个耳朵会像这样贴到后面，这样看起来不是比较凶？对，这就是生气，不高兴。对对对，了解了解。安你有冲白马王子吗？这个叫缰绳，要跟你手臂成为一直线，不能让缰绳太松。有没有？现在绳子是不是成为一直线了？对。那我们握缰绳的时候有没有？我们的拳眼在这，对不对？拳眼要朝上，不能朝内方。哦，安尼。对对对。那手骑乘的时候，我们手不能抬太高，比如说肚脐以上的位置就是不正确。对。对，就是握住、定住在那边，抬头挺胸一点啊！起码就是很嚣张的这样去骑，嚣张，对对对对对，唯我独尊，类似这样子。我们的缰绳是控制它的转弯，左转、右转及刹车、手刹车。那油门是在于我们的脚，油门很简单，脚跟往马肚子这样轻轻点一下，它就会动了。对对，我启动了油门，对，这就是油门，油门是在脚。那刹车更简单，来2只手往你肚脐那边稍微轻轻拉一下，它就停下来了。哦，对，你乖乖耶。对，你就已经会简单的基本控制它的刹车跟油门。好，来脚再帮我踢它一下。对，哦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哎，好不可思议哦。简单的刹车跟油门会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左转跟右转，那这个更简单。好，来左手往你左边的腰去放，对，左转了。
左转，然后呢，我说要放轻松，不然它会一直转，对不对？对，那相对你今天要让它右转的时候一样，右手往你右边的腰。对。哦，Betty，你好聪明哦。对，那就是把它当做在骑车、开车一样，眼睛要看着前方，它的头是仪表板。OK 好，安尼做咧汽水了的哦。可以了，可以。今天我们可以悠闲的去海边散个步。哎，我们可以带他去海边吗？可以，我们这边离海边就是最近的地方了。哇，那一定很浪漫呢。很浪漫。骑马越放松越好，你可以越感受马的韵律。教练，你刚才想会抢门啊，就会像什么样的族群或者是客群会来这边骑马啊？当初不是那么的盛行，所以大部分认为骑马是贵族人的活动。那现在大部分的学校或是大学社团有慢慢接触马术社，还有一个叫做马术治疗的部分，所以大家越来越熟悉，越来越普遍之后，有没有？大部分都会以小朋友居多。对，还有一些治疗的部分，比如说像小儿麻痹啊，或是妥瑞氏症、过动儿、自闭儿跟忧郁症的人，蛮适合去做马术治疗这块项目的。马术治疗哦，所以就跳高骑马，你用眼够用从眼的心情啊，你嘛？对，因为动物不像人，因为动物比较可爱，那它也不会像人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。那对于那些有症状的人，会比较打开心房去跟他互动久的时候，他慢慢有信心，建立信心之后，他会慢慢的与人去做互动。哇，那马术真是一个不会查运动对啊。像马术其实有分工，马术有跨障碍物嘛。对。还有一个黑。台湾的话，基本上会分为2种，一个叫做障碍马术，一个叫做马场马术。那教练项目你可以来组怎样？我2边都有学哦，对，那我们叫做双管齐下。双管齐下贝蒂是负责什么赛事的？是负责障碍的部分，没关系。贝蒂，然后让他动一下没关系。你可体育版看到主持人在马上做封门的啦吼。所以贝蒂是负责障碍的部分，障碍物的部分。那最近有教他一些马术的东西。哇，贝蒂按枪哦，按点子哦。哎，今天真是落实哎，马给我们走马看花。对，今天我们是踏浪，看看夕阳，看看风景。对。来来看开，哇，马给后边都无的啊。对啊。哇，今天买体育骑马，不过唔会太困难，有教练天天的教我吼，可以风行啦。甲接下来推先离行就去贝蒂落去的哦。OK。哦，教练唔该停下去我去冇？一起。去我去教了啊。好。哦。哇，呀，夕阳一点强呢。大家来到幸福啊！除了是好吃嘅零饮料以外，可能唔掉嘅做马嘅。今日我已经示范不太家看了哦。我先到嘅枫树林啊，去龙猫隧道。虽然冇请到龙猫吼，不过个隧道本年嘅感觉啊，嘛系鬼爽爽、鬼刺眼。还有机会来也未了嘅朋友啊，嘛做嚟去行啊咧。可能吼，人伦可以顺行，还就到我一个骑马嘅素材。好家在今日露天本来那个天使鬼吼，安尼骑轮马吼，去那边散步。刚刚就像白马王子种人呢，有种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。今日真是各位丰富的阴影，还本一个旅行打95分，剩的5分吼，我用一个夕阳来给加分，加满分来。啊！哇！